各位朋友，大家好！又到天同的时间呢，我和咱的好朋友测评。今日我带大家做运动，活力有氧。第一下我等动作会有速还有方向的变化，可以训练你的手脚协调性还有方向感。轻快跑嘅，咪可以帮你的心肺功能越来越好，心情咪会越跳越欢喜哦。大家你准备好了吗？我哋开始了哟！一开始我都先来做暖身哦，做运动暖身轻重要，按你那么啲运动的时间出爽啊哈！开始的时间，我哋要叫踏步，继续哦，我哋利用踏步对我的心跳、我的温度哈，身体的温度提高啊哈！来踏平步，然后跳起哦，记得跳起哦，右手你顺好。最好对下呢，不是关键哈。再来4个，4、3，两只手向下，都需要竖起来哦，竖起当空。最好对下呢，再来4个、3个、2个、1个来叫叫，小脚别叫起来哈。本来纯粹到冇ผู背哦，兩個，都係安尼，一個兩個，一個兩個，一個兩個，再100都好哦，加油哦！天慢100，天嚟慢慢嚟，顧下來，顧嘅時間我記得跳起啊哈！盤起、收起、盤起、收起、盤起、收起，再一個木頭，右邊的鏡頭壓下去，半片、左片壓下去，右片再100，左片，我中間身體慢慢的放起來，慢慢的下去。再100慢慢的放起來，不能ผู背哈。下去，天慢100放起來，數收起上，盤起下，收起上，盤起下，天慢100，右腳踏步，等暖身做到一片哦，身體有18捏起來嘛。準備做運動嘅人哈，第一下我哋向前面壓腳3米，先看下這一擺哦，3米、2個、1個踏步，有看到嗎？鼓勵中間踏步哦，彎左腳3米、2個、1個踏步，第一下我哋踏步，那踏2步停哦，開始3米、2個、1個踏步，3米、2個、1個踏步，有看到嗎？對下你哦，身體要向前面哦。再100都好誒，3米、2個、1個，不能出側。踏步右腳，第一下就3米壓腳，中間壓腳變得也會一轉，看下做一排慢的哦。1個壓腳超嘛，天壓腳轉身，第3米還是壓腳，鼓喺中間，再看下做一排。天呢一轉身。你有看清楚嗎？天呢轉身就超過啊哈！試看哦，5、6、7，開始，1個壓腳轉身，再壓腳，1個壓腳轉身，再壓腳，再100，繼續，還有哦，對下你做得更好，腰位一轉，用腰位轉，嘿，用腰位轉哦。再100都好，加油！呼，天慢一個，踏步右腳，對下呢，都用腰位轉都好嘅啊哈！來快合合，快合合 ，V 字步記得嘛？快合合，舌頭不用輕鬆啊哈！踏步右腳，
头都快快哈哈，嘛得迄种慢的哦，头都很慢的哦。更加係做夾嘅哦，夾嘅有時把照起來嘅感覺。啊，唔過叫咩去快快哈哈喎，可能做一擺。有看到嗎？腳還是用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哦，唔係快合喎，唔係快合跳哦，哈！1、2、3、4，1、2、3、4，也可以訓練嘛嘅訓練舌頭嘅變鬆，吼，做講嘅舌頭個很個緊繃，都冇法度做呀動作，嗰種嘅變較強鬆一些來做，試看咯。啊，得兩個慢嘅4個夾嘅開始，慢嘅也係慢嘅哦，夾嘅4、3、2、1，踏步右腳。我有時把穿錯嘛，因為你有時把跳起來，有時把照起來嘅感覺，更加一個慢嘅。兩個夾嘅，準備好，5、6，慢嘅夾嘅，再一擺，慢嘅夾嘅，還有哦，夾嘅，添慢一擺都好誒，踏步右腳啊，夠厲害哦！從頭開始，向前面壓腳，轉身，記得嗎？試看咯。準備哦，5、6，向前面壓腳，慢腳，快快合合，慢嘅夾嘅，慢嘅夾嘅，踏步右腳，你做得嘛？再次一擺，加油！準備好，向前面。快快哈哈，慢，夾夾，慢，踏步右腳，啊，跳起下，但是收起上來，陪起，再把收起上來，陪起，準備，提上面動作，就一種慢步恰恰恰，啲順風嘅慢步恰恰恰，先看下做一擺哦。慢步恰恰恰，順風，腳踮起順風有看到嗎？腳踮起順風，慢步恰恰恰，再一擺，慢步恰恰恰，啊，更加恰恰，不是啲中間，恰恰恰，恰恰恰，更加嗰邊交叉哦，右腳要去左撇，左腳要去右撇，我用嚟做，可能做一擺。向右按慢步哈，慢步恰恰恰，有看到冇？慢步恰恰恰，腳踮出去交叉，腳踮出去交叉，安尼清楚嘛？來試看咯，右腳，就做夾嘅哦哈，5、6，慢步恰恰恰，向一隻腳，向一隻腳，啊，向一隻腳。4、3、2、1，踏步右腳都係安尼。咁樣動作會有輕度交叉嘅動作個哈，再一擺，慢步恰恰恰，呼呼，踏步右腳，佢兩個動作合強合嘛，快快哈哈，對慢步恰恰，開始嚟哦，快快哈哈。夾嘅，慢嘅，夾嘅，慢步恰恰，要記得交叉哦。踏步右腳，改好，再一擺，準備好，快快合合，慢嘅，夾，慢嘅，慢步恰恰恰。踏步右腳，下一個動作，一片壓腳，兩個，開始，一片壓腳兩個，一片兩個，再來，3、2、1，踏步右腳，
等下廿腳嘅時間，不用下去啊，強要要去搞茶哦，可來做一擺，不用下嘅時間，有看到嗎？那向前面搞茶，不用下嘅時間，向前面搞茶嘅哦，做得嘛？啊，嚟做加嘅可以哦，試看哦。6，不用前面，嘿，靠唔太落邊嘅力，係廿腳時間靠太落邊嘅力，唔好靠跳起來力咯哈。踏步有腳，有不用前面，做得不用後背嘛，當然可以啊，不用後背你做啊，看下做，不用後背，有看到嘛？不用後背，來個廿起來時間，不用到後背去嘅，廿起來時間不用到後背去嘅哦，只看到哦，6，不用後背，3、2、1，踏步有腳。人家全部動作加強下哦，準備哦，6，向前面廿腳，快快合合，慢呢，夾嘅，慢呢，夾嘅，慢步恰恰，搞茶，廿腳向前面。不用後背，再一擺向前面，加油哦！呼呼，快快合合，夾嘅，慢呢，夾嘅，慢步恰恰，不用前面，不用後背。踏步有腳，天天嚟收起上來，盤起，收起，盤起，再一擺，收起，落嚟鋪背，收起上來，慢慢地調起，調整個呼吸哦哈，提慢一擺，盤起，再一擺收起。好多動作，大家你好唔嘛？接到一聽到是實來好新嘅動作嘅喲。一開始我哋學嚟做暖身哦，唔管做乜嘅運動，暖身輕鬆腰。按你運動嘅時間，那麼出聲啊哈！嚟睇嚟右腳踏步，就是數起來，抬頭挺胸，唔可以鋪背，踏平鋪。我記得跳起哦哈，運動嘅時間唔可以緊起哦，按你跳腦瞓瞓會唔爽快哦。數上去，咁好都係安尼。一開始唔是用按倒立哈，我哋那暖身體哦。右手去順後，左手手要盡量出出來哦，兩隻手向下。都係安尼，6，嚟腳起來，四腳別腳起來哦，再來，還有，天天係顧下來，幫我傳出咯，盤起，收起，還有4、3、2。停頓摸頭，右邊肩頭壓下去，換左邊，右邊再一擺，左邊，鼓嚟中間，幫我慢慢地放起來，鋪背放起來，幫我側下去，慢慢地跳起下去，再一擺，鋪背放起來，下去。提慢一擺，慢慢地放起來，數收起上，盤一下，收起上，盤一下，提慢一擺，來踏步有腳，等暖身做到一片咯，身體有時把熱起來嘛，
绝对要做做运动的啊哈！啊，就第一个动作叫麻花步，看来做一摆，有看到吗？踏步右脚，啊，就种麻花的时间，打开来，第一步我向后背交叉，再一步脚翘起来，打开来交叉，再一步脚翘起来，4步，做得嘛？是看到哦，来准备哦，5、6、7，麻花步。哎，佮好，第二步要记得后背交叉哦哈。再量诶，踏步右脚。好，麻花步的时间就有4个动作个哦，我看来做一摆哦。1、2、3、4， 1、2、3、4，做得冇？速度紧做，莫停下来，都紧做都错嘅，试看到哦。准备开始，喂，冷腾嘛，速度莫停，唔可以停下来，停下来等你发，停下来等脚，唔会速度要冷腾，你都紧做都错嘅。4个、3个、2个、1个，踏步右脚。好，头啲4个动作，你都可以练到嘅数，都可以练到嘅数嘅力道。下一个动作，先看来做一摆，啊，等左脚，等一步，唔该左脚，挖起后背，等一步，唔该右脚挖起后背，有看到嘛？挖起后背，等一步，脚挖起后背，也时间无强数无强脚，中间唔系左脚挖起后背时间，啊，就都会右数，名跳拿，右脚一翻，啊，就都会左数，名跳拿，也动作我有失败。跳起来，咁样做，看来做一摆。可以嘛？数捞过去，脚冇过唔怕哦，啊唔过脚会切切哦，踏步右脚，可以嘛？腳冇過唔怕，唔是啊，一定要按過按過，唔是，按過腳要擦擦，腳要擦擦，再次看哦，準備4、3，撈半拳，嘿，10秒跳哪？踏步右腳，我哋從頭開始，麻花步，加壓動作加強下，準備麻花。數唔可以停哦，來苗條呐，該好都係安尼，踏步右腳，做得冇？下一個動作，方塊步，踏步右腳，第一步，交叉，後背順風回來，交叉。後背順後過來，愛交叉，嗰度動作都係愛交叉。試看哦，5、6，方塊步，都係安尼。腳蹬出去，左腳，抱住，4、3，踏步右腳。方塊步交叉，抱住，踏步右腳，再擺方塊步，抱住，方塊步，抱住，踏步右腳，哈，連續做2擺哦，哈。等下再從苗條那一片開始，到方塊步交叉，試看哦，5、6。苗條呐，佢講哦，佢好多下呢。方塊步，抱住，方塊步，抱住，踏步右腳，都下呢。來下一個動作，腳舉起來，一片較亮誒。
错嘅都係呢。一個一個，兩個，一個，兩個，再一擺，兩個，提慢一個，我哋就動作個方塊步，跑速，方塊步，跑速，叫叫，兩個，一個，兩個。他朋友叫，啊，不甜啊！來刷起，噴起，刷起，更加可以等全部的動作加強下嘛，試看咯。來準備了哦，5、6，麻花步，行嘅哦。呼呼，苗頭嗱。腳落去後背，方塊步，跑速，方塊步，跑速，他不要腳，可以嘛？可以嘛？啊，頭個槍，剛剛他講你苗頭呢就會亂跳的咧，我哋從頭再一遍，加油哦！準備，麻花步。苗頭嗱，記得冇強手冇強腳，唔強手強腳都會亂踢咯哈。方塊步，跑速，方塊步，跑速，叫叫，兩個，一個，兩個，他不要腳，按你都錯嘅，按你都做到幾好，可以再一百嘛，還有啲嘛，試看咯。準備好了哦，麻花步，來苗頭拿哦，腳純粹咯，方塊，跑速，方塊，跑速，腳夾起來，兩個，一個。兩個，來我哋踏點，調一下，因為要動作過太，哈，過想做咯，我有時把甜甜的感覺，我有時把酸的感覺，哎，舌頭，喺舌頭痛哦，唔咩師傅痛哦，哦，咩師傅痛哦，喺舌頭痛哦，再來，3、2。總結，天天嘅顧下來，顧下來，我哋加速，噴氣，有啲跳起嘛，還有都係安尼，我哋再試嘅，3、2、1。慢慢地下來，來，我哋數綁上來，穩片，數綁上來，綁到長長哦，唔可以跌下來哦，我綁到長長哦，嘿，我估你都總結，我哋縮起，回起，兩個數攬太球誒，愛鋪背，愛鋪背哦，愛記得鋪背哦，師傅愛夾起來哦。收起上來，打開來，收起上，盤起下，收起上，盤起下，提埋一擺，收起上，盤起下。這邊的動作，他給你跳到兩個呀，有流汗嘛，心情有越跳越歡喜嘛。明日你聽到來做，我的身體會越來越健康，心情會越來越好哦。聽筒，我哋下次見。